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3、4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啦。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着上川劇服飾，隨樂揮舞住斗篷，喺舞動間展示瞬間變換臉譜絕技嘅，正係香港第一位女變臉師韋飛鴻。保留傳統變臉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咗流行音樂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嘅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我嘅風格就係想正經入邊有啲唔正經，有啲跳脫嘅咁啊。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呢啲卡通臉譜啦咁樣。咁亦都係切符合翻我嘅性格嘅，因為我唔係淨係做一啲好傳統經典嘅嘢嘅，咁我都希望係有多啲跳脫嘅嘢，亦都係令到觀眾去享受呢個演出咯。哇！多謝韋師傅嘅變臉表演。Round 5位。表演嘅掌聲過後，韋飛鴻隨即邀請幾位學生教佢哋基本變臉技巧。當我哋揮動我哋嘅右手畫圈嘅同時間，幫我踏出你嘅右腳。果然就係3個。台下邊嘅同學仔一齊數3聲。變臉係源自川劇嘅一種藝術表演形式。要喺香港推廣變臉文化，走入校園推廣係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會先俾學生了解川劇歷史同臉譜知識。就有3大團會。我哋喺2012年嘅時段咧，就開始進入學校。其實10幾年間，約摸去咗800幾至900間嘅學校，最常去嘅小學啦、中學啦，咁跟住近年會去比較多嘅幼稚園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特殊學校。值唔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嘅，其實係啊，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冇一個認知係關於呢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係打邊爐嘅地方都睇過，唔係淨係想俾佢哋睇熱鬧，希望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個嘅欣賞嘅過程當中，睇到原來我哋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嘅辛酸。最辛苦嘅經歷就係呼吸唔到，喺個準備間入邊係將近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幾度，跟住仲要焗10幾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而家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晒。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晒，我自己喺度索緊唞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我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係最辛苦嘅。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2級機密，個中嘅奧妙絕對唔能夠任意向非傳承人泄露。而家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撥兩撥手指已經睇到變臉係咩嚟嘅。所以話俾大家聽，我唔想去隨意透過我把口去透露，係因為我對呢個藝術有個尊重，有個敬畏嘅心態。你貼庇咗人哋做咗200幾年老祖宗嘅一個基石。咁代表啲咩呢？咁我哋嘅藝術有邊個去保護同埋傳承呢？完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指先至落下，我哋留意翻。出道23年嘅韋飛鴻一直致力推廣變臉文化。6年前，佢更加走入學校執起教鞭，以寓教於樂嘅方式喺學生心中播下傳統藝術文化嘅種子。褪翻自己本身個位，褪
散出嚟。呢一間學校係第一隊嘅中學隊變臉隊，咁亦都係由23年開始嘅，係啦，咁啊真係一個恆常嘅興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佢哋點樣身段動作啦，跟住大家配合嘅走位啦。因為點解要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動作？今年中4嘅佩兒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而家已經成為隊入面嘅大師姐。細個都成日會去睇川劇表演啊，嗰啲都想去學習咯。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係男仔先做得㗎嘛，如果自己都可以做嘅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真係震驚，竟然自己都可以做到。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嘅練習，除咗掌握技藝之外，佢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嘅合作精神。我覺得要保持整齊係比較難嘅，因為要練好耐先可以保持到。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練習，當時就感覺特別累，就感覺特別想退出，但是最後還是堅持了起來。之後你哋會轉第一個圈，舉手。多咗上台表演嘅經驗咧，令我更加大膽去展現自己咯，同埋唔會話就好似以前咁樣收收埋埋，成個人變自信咗咯。因為之前都係好膽小，然後上台都會驚嗰隻，而家就冇咁樣嘅感覺。但係每一次都覺得好感動、好緊張、好替佢哋肉緊啊！當佢哋由唔識、唔敢企喺後邊，到肯行出嚟，然後下一步係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佢哋當刻做得唔好，我都覺得好欣慰。韋飛鴻嘅爸爸係國寶級變臉大師韋瑞群，佢亦都係第一位將變臉絕技引入香港嘅人。本來承繼父藝睇起嚟順理成章，韋飛鴻自細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傳統變臉從來都係傳男不傳女，令佢嘅變臉之路更加迂迴曲折。細個係跟爸爸出去演出，喺台邊嘅時候就好渴望有一日我都喺個台上邊去做一啲高難度嘅動作，然後係啲觀眾好喜歡拍晒手掌咁啊！我覺得係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但係讀書啊咁啊一路成長啊，爸爸都唔想我進入呢一行，因為佢自己呢一行佢覺得都辛苦嘅。畢業之後，曾經做過診所助理、寫字樓文員，甚至收銀員嘅韋飛鴻，對前途越嚟越感到迷茫，總係覺得埋藏心入邊嘅舞台夢無從實現。佢係嗰陣時係講話，你成日即係打工都係打啲冇乜出息嘅工，即係對於佢嚟講，好似行得唔長遠啊，冇一技之長。佢覺得你應該學翻啲手藝啦。工作之後咧，佢都係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話你想做咩啊？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尾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就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企喺個台上面嘅功架風範都冇嘅話，咁你講咩再上台做表演呢？性格堅強嘅韋飛鴻23歲先插班學習京劇，佢將勤補拙，最終只係用咗短短3個月嘅時間，就學完人哋要用1年嘅課程。當然見到身邊嘅師兄師姐全部都係細過我嘅時候，壓力係有嘅，係俾自己嘅壓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嘅時間去追到，花時間去練。可能一個動作堅持半個鐘頭，一個姿勢堅持半個鐘頭，令到成為肌肉記憶，跟住就不斷地練。基本上全日除咗上課之外就係練功咁樣，好自然嘅。你中意嗰件事，你就花時間喺嗰度。你鑽研嘅時候，其實你個成效就會比人哋快咯。
睇住個女嘅認真同埋執着，令到韋瑞群明白到傳統技藝嘅傳承唔應該受限於性別，最終決定打破傳統，將畢生嘅絕活傳授俾個女。對於藝術嚟講咧，我覺得佢係有自己嘅天分，呢樣嘢係佢小聰明。小聰明啊！我最似你喺呢方面啊。小聰明，中意諗嘢。中意諗嘢，同埋佢諗好多嘢咧係唔同嘅。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佢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上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跟你學嘅，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就快80歲嘅韋瑞群，大半生都奉獻咗俾變臉藝術，但係佢仍然樂此不疲，希望繼續同個女為推廣傳統文化出一分力。我覺得文化藝術係我哋嘅生命為藝術而燃燒。人生嘅生活道路係永不停止嘅，一定係向前衝。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嘅話，我唔想翻去23歲，我想翻去3、4歲。我想嗰陣時就已經學一啲嘢，打好基礎，我早啲上台。如果我可以10幾、20歲就上台就好啦。